台语一年档，愈讲愈连档，大家好，边。大家好，我小杰。明年1月13号，就是咱4年一摆第16届总统、副总统的选举，还有第11届立法委员的选举，所以这最重要的，因为咱要决定咱国家的元首。这摆我想要来讲一个主题，咱甲迄候选人的政见拢甲变成台语。要毋过政见这项物件，你知影足侪，所以咱就拣一寡较少年人的政见来讲互大家听。其实自12月20号到12月28号，都有举办4场的候选人因的电视政见的发表会。咱这届会根据3组候选人因的官方网站啊，甲有伊的面册顶面公布的政见来做介绍。主要分做几个方面：生育、教育、劳工，还佫有主体。这几个方面的政见你较想要听到几个？我上有兴趣的当然是教育的部分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身为一个学生，我真好奇政府未来会对阮学生有啥物款的作为啊？那我就可能就是劳工啦，因为我即马希望加薪，薪水愈悬，我愈介意。还佫有放假。嘿啊，佫有放假。嘿，所以咱先来看生育的方面，咱先来讲郭文天甲吴欣盈的政见。第一个就是成立人口发展委员会，望会当做侪个无同的部门来做伙解决小资化啊，佫有个人化的问题。第二个就是增加设立公立的托儿机构，啊，提供多元托育啊，甲临时托儿的服务。第三个就是要推动修法来解除女性储能的限制，啊，甲代理孕母纳入人工生殖法。第四个就是好用补助金5万块，啊，你若有薪3个月了你会当申请补助，育养津贴甲延长到12岁。啊，产假就为8个礼拜，渐延长到14个礼拜。过来要介绍是赖清德甲萧美琴因的政见。头一个就是0到3岁囡仔送去公共托儿机构的比率会当到 OECD 伊的国家标准，就是36%。第二个就是0到2岁囡仔托育的费用补助会增加安尼。过来第三个就是政府补助增加托育服务的能力，推动公共幼儿园歇寒歇热的服务，啊，延长平常时会当托育的时间，啊，佫有增加这个地点固定的临时托育场所。啊，第四个就是伊会保障人员的薪水甲权益，调降老师对幼囡仔的比率，为公共幼儿园开始实行，按照这个托育甲教保人员伊的年资来提悬薪水。第五个就是会实施弹性的育婴假，安排育儿指导员去访问视察头一摆生囡仔的父母，鼓励这个企业去设立附设的幼儿园所安尼。啊，再来生育的方面咱会看到侯友宜含着萧空因2个人的政见到底是啥物？第一个就是讲0到6岁的囡仔入去公立的托育机构的时阵，机构含幼儿园拢免费。另外一个私立的大家囡仔逐个月补助1万块。第二个就是30岁到40岁的女性有2万的冻卵的补助。尾啊5年，逐年提供2000块，就是甲迄卵保存的费用。第三个就是提悬育儿留职停薪的补助。第四个就是生3胎以上的翁仔某一生一届100万的补贴，你会当摕来买厝，啊，无就是你要换厝的头期款，啊，另外就是税厝，而且这个政策是有设定排付的条款的。啊，过来就是要介绍咱教育部分的政见啊。头一个要来介绍这个郭文铁甲吴欣盈因的政见。头一个就是伊的义务教育自5岁开始，啊13年一贯。第二个就是伊要去简化学习的历程，取消修课的记录，佮有每一个学年伊去上传的学习成果上侪3项。啊，第三个就是分科测验采用国文佮有英文的成绩，自2006年实施。第四个就是双语的师资用公费去培养，包含这个公费生，啊，佮有县市联合，啊是学校主办的教师精选。第五就是伊去免费提供双语的教材，消除城乡伊的资源的差别。再来，咱讲到赖清德甲萧美琴因的教育政策。第一个就讲6岁到18岁全面落实高中级免学费，啊，另外就是讲推动社区高中的升学率，互各间高中的教育素质尽量一致，啊，规划身心适应甲扩大投资特殊教育。第二个就是讲18到22岁大学生这个阶段逐年固定金额来补助私立大专院校的学生3.5万的学费。你也当作是经济弱势，这个学生伊上济会当减免到55000块。啊，公立的学生就补助2万块。第三个就是设立100亿的海外
2万基金。过来要来介绍就是校友义甲赵少康因的政见。第一个就是伊去提悬教育经费便利下限1%。第二个就是定业补贴5岁幼儿读私立的幼儿园1万块。第三个就是公立国小课后的照顾全免费，延长到暗时的7点，平常时甲校官校热拢有开班哦。第四个就是定业去补助私立的大学生，按年级为3.5万提悬到5万块。学生贷款免达本息宽限期伊为出业的1档延长到2档安尼。第二个就是去放宽境外生来台湾的限制。第六个就是召开教育国事会议，检讨108的课纲。再来就是劳工方面，咱先来看到郭文铁甲吴兴盈因的政见是啥物？第一个就是讲会保证拨1000亿来补助劳保基金。再来未来若是有超长的税金，伊会优先补助劳保。第二个就是推动劳动检查，降低工会法成立工会限制，检查非典型的骗过甲滥用承担的问题。第三个是讲提供退休劳工职务的设计，提升个人参与，提升个人劳动的参与率。第四个就是引进有产业技术的外籍移工，兼顾本地劳工的就业机会。第二个就是要来介绍赖清德甲萧美琴伊的政见。第一个就是伊的投入预算，互政府负担劳保的支付的责任。第二就是推动学生结合无共的领域来学习，投入产官合作，缩短学习甲运用的前差。第三个就是落实基本的工资法，避免假承揽真雇佣的这个现象，起造性别友善的环境。第四个就是重视警消、教师甲公务员的权益甲发声的管道。所以咱来看到校友义兼赵少康因的劳工政见。第一个就是奖励伫工业区有土地的企业，起造干那做人无要卖劳工体，同时伊就推动托育甲日照中心。第二个就是保证劳保基金永续发展。第三个就是以月给33000块做目标，慢慢增加劳工基本工资。第四个就是恢复兴宪纪念日做固定假日，劳动节、劳工、公务员统一放假。过来要介绍的就是主体这方面的政见。头一个要介绍就是郭文铁甲有吴兴盈的政见。第一个就是骨力去做这个社会主体，第二个就是改变厝体伊的税制，第三个就是按家户人数甲收入有无共的租金的补贴。再来就是赖清德甲萧美琴因的主体政策。第一个是改变税制，打击囤房，互空厝有居住的作用。第二个蔡英文任内一定员工也是动工，社会主体一定有12万户啊。赖清德讲伊8年来要增加13万户，总共是25万户。上尾要来介绍的是校友义，佮有赵少康因的政见。青年伊买厝的贷款的额度上济有1500万，条件是爱40岁以下，伊的信用无重大的不良记录，排付限定头一届买厝，转卖有限制1生1届。政见大家就讲互大家听，这4个跟少年囡仔较有关系，大家去评断，这对你有啥物影响？咱较来投下你心性的一票。后会这时间继续看，第一年等，拜拜。